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有个歌手发唱片，每75个台湾人就有1个人买，这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现在随便发一张专辑就要卖出30万张。在1936年，有一首歌做到了，它不仅红遍全台，还直接杀到东南亚，甚至让当时最强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老板惊到掉下巴，心里大喊哪儿来的黑马。这首歌叫《心酸酸》。但最神秘的是，写出这首超级神曲的作曲家，当年的梦想竟然是当牧师，而且他在成名前写的歌竟然被评为史上最难听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的男主角姚赞福是个标准的音乐学霸，他在神学院深造，钢琴弹得如此出神入化，当时他觉得要编曲就要编高级的，于是他编了一首夜半的大稻埕曲子。有三好听是好听啦，但是伊足歹卖。你哪会知影一定歹卖？我做去播好侪年啊，我哪唔知？二嫂，歹势，我唔知你倒来啊。无要紧，你讲看卖是安怎会歹卖？结果呢？销售量惨到一个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流行歌写成了西洋古典乐，曲风太高级。高级到一般，大众根本听不懂在唱什么。当时的人反应大概是：大哥，我是来听歌的，不是来做礼拜啊。可能克拉斯较悬，大部分人拢较爱听比较通俗的歌。应该要安怎做，才叫做较通俗？应该是接近民间吧。接近民间。这首夜半的大稻埕甚至被封为没人想听的冷门曲，这对一个学霸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失败后的姚赞福没去卖面，他开始研究台湾人的气味，他跑到歌仔戏棚下，像个私生饭一样，每当演员唱出让大家掉眼泪的曲调，他就赶快记下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苦心研究。终于他在1936年跳槽到胜利唱片，跟作词大师陈达如联手祭出了大招《心酸酸》。这首歌被称为新式哭调，它厉害在哪儿？它把高级的古典结构完美融合了，让台湾人一听就想哭的传统转音。这个关系哦，一点仔拢无共啦。我甲恁讲，这叫小调。结果一出唱片狂卖8万张，直接把当时的霸主雨夜花给比了下去。但是这总数拢加起来，嘛拼袂过人要读一块心酸酸啊。心酸酸哦，孙哪里伊落噶？真侪人听到这条歌，拢会哭。本岛真哦，困难拿起手哪有得死的呢？即摆新生生，伫咱全台的原住民哦，总数已经超过5万例啊！哦，我们没打，もうコロンビアの最高記録上上を見事に超えましたよ！よー！啊，那即摆心酸酸，毋就是咱台湾有史以来某一棒打。またようさんはね、月給も引き上げます。100円はどうですか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し、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はい。看到这里，你一定觉得姚赞福发财了，对吧？悬念就在这里，并没有。
姚赞福的一生比辛酸酸还酸。他生了8个孩子，家里穷到10个人挤在10平大的竹灶房里，为了生活，他甚至要把4个小孩送去孤儿院。这是什么音乐大师的人生剧本？最夸张的是，为了推销作品，他连从台中到台北的火车票都买不起。他竟然骑着一台又破又旧的脚踏车，单趟180公里南征北讨。各位，那时候没高速公路，都是碎石路。这不是作曲家，这是铁人3项选手吧？更讽刺的是，他当年的名曲《悲恋的酒杯》，后来被改成国语版《苦酒满杯》，让谢雷大红大紫，但他这个原创者连半毛版税都没拿到。1967年，他在医院病逝时，身后一贫如洗，丧葬废骸是靠歌星朋友们凑出来的。姚赞福曾说：“他人如其歌，生命很心酸。”虽然他的一生就像一杯苦酒，但他留下的旋律却成了台湾人灵魂的一部分。下次听心酸酸，记得想起这位曾为了音乐在碎石路上疯狂骑车的古典学霸。今天的音乐故事就到这里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欢迎到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